姐姐，什么事啊？亮亮，我想要拜托，拜托你唱歌小声一点好不好？哦，好。小蜜，小蜜，你也是啊，拜托你唱歌小声一点点。知道了。对了，彤彤姐姐，你要记得带周杰伦的专辑来借我哦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明天就带来借你。彤彤姐姐，那我也想跟你借蔡依林的专辑。没问题，我明天一起带过来。刚刚才提醒过他们要唱歌小声一点的，看来我书也不用看。拜托，拜托你，拜托，拜托你，小蜜，我有一件事情想要拜托，什么事啊？哇，要参加一个舞台剧的演出，可是缺了一个很重要的演员哦。所以是找我去演戏吗？当然好啊。那是要演什么啊？一棵树。什么？哎呦，拜托，拜托啦，树也很重要哎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彤彤姐姐，我可以跟你借5块钱吗？没问题。那我可以跟你借10块钱吗？没问题。那可以跟你借100块钱吗？你要这么多钱做什么啊？存起来啊！跟别人借钱存起来，这样对吗？没问题，拜托，2句客家话你学起来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张磊亮。